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萬有引力。嗱，如果你問我要揀一隻代表 G-Shock 甚至 Casual 嘅錶咧，我相信咧99% 嘅錶迷咧都會揀同一個答案啦，就係方塊。1983年，伊部谷雄先生由一個跌唔爛嘅念頭開始，創造咗第一隻嘅 G-Shock。而今日咧，我帶嚟咗兩隻，就係呢個傳奇家族入面最親民，亦都係最令人糾結嘅兩兄弟 DW5600UE 同埋 G5600UE。嗱，咁我首先講下 DW5600UE 先啦。嗱，好多人咧都會問我點解呢個款咧咁多年都冇變過？嗱，其實咧就係正正因為呢一樣嘢就係佢嘅價值所在。DW5600咧係承襲咗元祖級 DW5000嘅靈魂啊！佢係最純粹嘅 G-Shock， 冇好多餘嘅特別功能，只有最堅硬嘅結構。嗱，最新版本嘅 UE 咧，最重要嘅升級咧係將以往嘅冷光咧換咗做 LED 燈，令到咧佢喺黑暗中咧更加清楚啊！嗱，我試一試個夜光效果俾大家睇下，你見到個 LED 咧會喺側邊度射出嚟啊，成個畫面咧好光亮嘅。嗱，點解要買佢呢？因為咧佢係一種情懷，無論咧喺荷里活電影啦，定係軍事愛好者 ，DW5600咧永遠都係嗰份最原始嘅安全感。嗱，而且咧佢係用呢個傳統嘅電池啦。對於一啲咧中意簡單直接嘅朋友嚟講咧，換一次電咧可以用到好幾年，反而咧係一種樂趣啊！咁跟住落嚟睇下另一隻錶先。嗱，呢隻 G5600UE 咧又係啲咩嚟咧？睇落去其實兩隻錶咧一模一樣咁樣喎，但係咧內裏咧係大有文章嘅。嗱，最核心嘅兩個字 Touch Solar 太陽能。嗱，只要有光嘅話咧，佢就識得自己充電。基本上咧，你唔使擔心咧佢呢個換電呢個問題啊。嗱，對於我哋呢啲日理萬機嘅香港人嚟講啊，唔使煩就係最大嘅賣點啦。而且 G5600UE 嘅功能咧更加現代化，佢有世界時間、5個鬧鐘，甚至咧可以設定自動背光，即係45度抬一抬手咧就會自動着燈。嗱，最新嘅 UE 版咧一樣都係升級咗做 LED 照明。如果話 DW5600係復古嘅經典，咁 G5600咧絕對係現代城市人嘅最佳拍檔啊！咁我將兩隻錶拼埋一齊比較一下先啦。咁驟眼望落去咧，其實基本上咧真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啊，但係細緻啲睇到咧，裏邊字形咧係會有少少唔同嘅。嗱，左邊呢隻係太陽能版啦，係 G5600UE。咁咧，你見到個字體咧會粗身少少嘅，而右邊呢隻咧電子版咧，佢就會比較輕啲啊，字體咧就會比較幼身少少嘅。咁最特別咧，佢個內框咧呢個位咧，你要見到咧，我 zoom 近少少俾大家睇。嗱，會見到咧黑色呢個內框啦，裏邊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太陽板嚟嘅，就係用呢個位咧攞嚟吸光嘅。咁而普通版嘅電子版咧，你會淨係見到個灰色嘅框嘅啫。嗱，咁啊拉近睇會見到啦。咁啊最上面呢個字啦，都係有 Casual 啦，200米防水啦，20個巴。咁啊呢度咧會寫住呢個夜光啦，咁而呢邊咧就會寫住 Touch Solar 啦。咁下邊呢度啦會寫住 LED 嘅 backlight 啦，咁我講過啦，轉咗 LED 燈啦。咁下邊呢度咧，佢就會咧顯示咗個功能鍵。嗱，咁呢度咧，我會 show 一 show 俾大家睇。嗱，咁呢個位咧會見到啦，有 LMH 嘅字樣。咁 H 咧係代表高電量嘅意思，咁啊 M 係中等啦 ，L 咧就係代表就快冇電啦，要充電啦。咁啊，仲有呢三個係咩嚟嘅咧？就係俾你咧顯示翻咧，你如果着咗鬧鐘啦，或者係着咗個計時嘅時候咧，就會係顯示翻喺呢度嘅。嗱，見到嗱，而家開咗個鬧鐘，我哋撳翻去左邊，咁呢度咧就會提示翻你啊，而家我開咗個鬧鐘啦。咁如果我熄翻佢啦，咁咧就會取消翻佢。嗱，呢度有計時功能啦。倒數功能，咁啊
亦都試一試個夜光俾大家睇下個 LED 燈，其實基本上係一樣嘅，都係一個白色嘅 LED 燈。咁喺黑暗環境操作咧都好光亮。咁啊，大家會見到喺左上角咧一個 PS 呢個字啦，佢唔係 PlayStation 嘅意思啊，係 Power Save，即係一個慳電嘅功能啊。佢喺擺喺黑暗嘅地方咧，佢會自動咧進入一個睡眠模式，咁啊會更加慳電嘅。但係咧呢啲錶咧，太陽能錶咧最緊要咧定期咧去見一見光啊，唔好成日都唔俾飯佢食啊。咁講完嗰個排版啦，呢個錶面嗰個細緻分別啦，咁重量方面咧，其實兩隻錶咧大致上一樣噶，一隻咧就51個 gram， 一隻52個 gram， 但係咧戴落去咧，其實基本上係唔會有分別嘅。嗱，我哋一拼埋落去少少，大家會見到嗱呢一個位咧，電子版咧會短身少少，呢個會長身少少，側邊呢度。錶扣啊、錶帶啊，大致上一模一樣噶啦。嗱，錶底嘅不鏽鋼底蓋都一樣，4粒螺絲雙嵌，200米防水。咁啊，仲有啦 G-Shock 最緊要就係佢個防撞嘅功能啊。咁再比較一下啦。嗱，傳統 DW 呢隻咧，咁啊講下電池同埋維修方面啦。咁啊，如果咧傳統電池呢隻咧就勝在夠穩定啦，維修會比較平啲啦，換粒電都係幾廿蚊到嘅啫。咁啊，而太陽能呢隻咧就勝在咧比較長效啊。咁啊，最衰一樣嘢咧就係萬一啦，好多年後咧要換太陽能電容嘅話咧，成本咧就會高咗少少嘅。咁好啦，去到最後啦，咁啊要點樣揀好咧？咁啊呢兩隻錶要太陽能版好啊，定係要電子版好咧？咁阿 Ben 咧俾建議大家啦。嗱，如果咧你係追求一隻咧原汁原味啊，最純粹嘅 G-Shock 啊，中意佢嗰種軍事硬漢風啦，或者感受 G-Shock 最純粹嘅初心咧，咁啊唔使諗噶啦，一定係呢隻 DW5600UE。但如果咧你係一個功能主義者啊，想多啲功能啦，比較現代少少噶啦，戴足10年都唔需要去更換個電池嘅話咧，平時咧又多中意睇下唔同嘅地區時間嘅話咧，咁 G5600UE 咧可能咧就係你嘅最可靠嘅工具。都係嗰句啦，手錶咧就唔係一定話戴越貴越好嘅，最緊要咧大家有冇 feel 嘅啫。嗱，呢兩隻方法咧，無論你揀邊一隻咧，我都保證咧，你絕對買咗之後唔會後悔嘅。嗱，如果咧你睇完條片咧，仲心大心細啊，咁唔好猶豫啦，咁啊上嚟我哋門市度兩隻戴上手睇下個實物啊，歡迎咧大家嚟我哋門市度睇下隻錶嘅實物啊，阿 Ben 咧隨時喺度歡迎大家嘅。咁啊或者有啲咩想查詢啊，或者有啲咩問題咧，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啊。咁啊，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啊！嗱，記得訂閱我哋萬有引力啊！咁啊，記得俾埋 like、share 啊！好啦，我哋下一集再傾個錶啊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